台语文千万字，特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教育观念认为讲，环境对囡仔影响真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环，环境的环，读做考完环第5条。读环这是读白音，环的意思就是圆形中有空空的物件，像讲有的人惯是挂手环，叶仔做的就是叶环。鱼狗嘛有人讲是鱼环，真侪都市拢有圆环，就讲现代人就注重环保话题，有的人骑铁马去环岛踅台湾一日。这日文音读做环。像讲环境，嘛有人读做环境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手环，这是一款挂伫咱的手腕圆形的装饰品。若是叶仔做的，咱讲是叶环。较特别的就是讲手表仔大，敢若无人讲表仔环，一般拢是讲表仔大，可能就是因为环的意思较注重到装饰好看的功能。若手表仔过去是使用，咱讲是表仔大。第二个词读做圆环，这是一款圆形的交通设备。设伫车路交错中心，分开车流嘛较好看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台北圆环足闹热，内底卖真侪好料的。附近嘛有古董店卖手环甲叶环，落尾改建了后，有一寡单位搬出去，上尾变做是一个互民众运动的所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环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环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